对不起。请问，周总什么时候过来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周总今天临时有事儿，来不了，所以特地委托我来跟你谈。可是前几天我跟周总已经说好了，不是已经定我是冠军了吗？跟周总他们说好的女孩啊，不下10个8个，你敢肯定你就是那个最有把握的？金小姐，这个世界上比你聪明的女孩不止你一个，同样想走捷径的女孩也不止你一个。在海州10强这些女孩里面，论哪个不比你的势力大、背景深？你能走到今天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所以我劝你，还是跟我们合作，不要像那个孟妮，傻的非要跟我们对着干，到最后吃大亏的是你。您能让我跟周总再通一次电话吗？打吧。谢谢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怎么，电话关机了吧？别再妄想了，金小姐，是时候做决定了。接个电话。喂，孟小姐，想好了？我决定退出比赛。孟小姐就是个聪明人呐。鉴于孟小姐这次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将会对你有一定的补偿。第一，我不是你说的聪明人；第二，我不需要你的补偿。连最不愿意合作的孟小姐都已经决定退出比赛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金小姐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，再见。媳妇儿，周总还没来吗？你怎么来了？陪你一块等会儿。不用你陪我，等你回去。别呀，我刚过来就回去，等会儿。你回去吧，不用你陪我。媳妇儿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不会影响今晚的比赛吧？不会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有什么事儿你可得说啊，别自己扛着，咱俩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啊，媳妇儿。不是你烦不烦呀？我说没事就没事，你烦不烦呀？赶紧走。别生气。走。这样，媳妇儿。哎，走吧。
吗？这个场内场外都有非常多的因素。您啊，胜了今天谁最火爆啊？这不能换句别的。吃点水果。波波姐啊，这是地方不赶你们比赛，凑合看吧。看他笑得跟花儿一样，弄得像他选秀似的。哦，聚集美丽，成人之美。成人之美要这样说的话，您说我们在场的这10位选手个个亭亭玉立的，您说我们成谁之美比较好啊？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可哥，你看到梦妮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没出来吧？这都走了一圈了。哎，真的，真的没出来。他会不会临时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没事儿，比赛还没开始呢，一会儿就出来了。不可能啊，他是个时间感最强的人，这10强比赛他怎么可能迟到呢？喂，老大，梦妮为什么没参加比赛？她怎么了？其实我也是刚知道，他可能退出比赛了。是不是他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哎，老大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那个我待会儿问一下秦兵啊，先这是队长，他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好。没事吧？好啦，你别这样。说不定梦妮儿觉得参加这种比赛没什么意思，自己主动退出。哎，行了，快看，另一个熟人出场了。又干嘛呀？非常的热情，我们秦明小姐也非常的漂亮。那么你为大家准备了什么精彩的节目呢？可能是秦明小姐有一点点紧张，没关系。你看，你一上来，我们现场的观众那么的热情，而且非常的喜欢你。今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最棒的，是不是啊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大家用你们热烈的掌声、尖叫声来给他加油！掌声！加油！不要紧张，加油！那么，秦明小姐，想好要告诉他们，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吗？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？我知道，唱了也白唱。这个选秀本身就是一个闹剧，根本就没有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他们早就内定好了冠军，我们只是来做一个陪衬而已。秦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们的选手和我们的主办单位之间有一点小小的误会，但是喂，小刘，马上按第2套方案执行，节奏要快，不能给观众过多的思索时间，抓紧。